8种不同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圣像就8种不同的莲花生。首先是那个海神金刚，就为什么叫海神金刚呢？因为莲花生大师那个。就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新建的这个狮子就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什么这个无尽大那国下的这个湖泊里面呢，就是在年蕊上这个出现8岁的童子。那个时候呢，就是无尽国王恩扎布德呢，就是他没有子，没有孩子，没有太子，没有太子呢，就是他就祈祷这个三宝上供下世。后来呢，就是到大海里面去这个取宝，就是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大臣。自那么知是吧？他已经这个发现了，就是后来呢，就是他对这个念生起了极大的信心，然后呢，就是这个引进到这个王宫里面，就是那么这个人们呢，就是后来就是称为是这个海神金刚，也就叫做是莲花神，就是第一个名字呢，是这个这样来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在这个就是降服了，就是一些这个奸臣的太子还有呢，就是种种在不同的一些石头里呢，就是不同的这个石头里面呢，就是为这个有缘的这些人和非人呢，就是宣说了就是种种的这个殊胜法门，而这个无缘的这些对这个佛法有谢见的这些这个贵士呢，就是全部都得以这个降服，就是以分路金刚的这个形象来，就是得以这个降服，就成为呢，就是好像这个分路念师就成为这个分路念师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在那个应该在这个金刚座就是印度金刚座的话，那就是莲花生当时就是说是我是这个自然的这个佛陀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个给众人面前这样宣说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加以诽谤的时候，为了让这些众生呢就是得入这个解脱道，就引入这个解脱道，就实现呢就是有一个上师叫做是那个抓巴哈日吧，就是在面前呢就是实现那个出家，就是那么那个时候的这种像呢就是叫做是这个释迦世子就是莲花生的应该是这个释迦世子。然后还有呢像那个西日桑还有那个桑杰桑等等，就是很多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那么就是得数这个仙宗密宗的一切这个教书，当他就是听到就是任何一个经典和虚部的时候呢，就全部都是这个了如指掌，全部都就通达这个无碍所以呢就后来就叫做这个罗登确知是好像翻译为爱慧吧，就是爱心的爱，就是爱智慧，就是爱慧就是爱慧念世就是爱慧念世。然后就是后来呢，就是到这个萨霍就是到那个萨霍国家呢，就是去实现就是种种的这种这个申辩。在那个时候呢，当时这个萨霍国王呢，就是首先是就是不承认他的这个成就性，然后他和大臣们呢，就是在这个外面呢。就是对称，就是很多的这个木材，然后让这个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在中间就是准备焚烧，准备焚烧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莲花生大师显现就是种种的这个身边呢，就是他的这个附近呢，就是全部都变成了一大湖，然后就是自己呢，就是在这个火光呢当中呢，就是先是种种这个油雾，后来呢，就是变成了一个莲花湖，就是原来不是我们这个法王去印度的时候呢，就是专门有个莲花湖就是法王当时也是在那边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念世的这种这个修法和这个专辑就念世的这个修法和专辑，那个呢就是叫做是巴马通常赞，就刚才叫做通常赞是那个怎么说就是卢满庙里卢就是吐鲁库鲁然后曼是那个饱满的满，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时莲花生大师呢，就是用这个库鲁就是身上呢，就是做这个装饰，就是让这个国王呢，就是升起那个信心就后来呢。这是一个这个像，然后那个莲花生大师呢就后来就是这个萨霍尔国王和他的这个眷属，包括大臣就是全部都是对他升起极大的这个信心。在13年当中呢，就是向他这个供养就是向他那个就是做供养。然后国王呢还有那个大臣就是极其的这个欢喜，在他的这个宝库里面呢，就是给他就是赐予这个莲花帽和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就是当时的这个
个非常珍贵的那些这个衣装啊，就是衣装就是赐给他。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是年华望啊，就斑马第二波，就是应该这叫做是这个莲花望，就是当时那个莲花生大师戴着这个莲花帽啊，就是莲花帽的，就是这个是应该叫这个莲花望吧，就是后来呢，就是好像在那个格拉石头林还是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呢，就是也是实现出种种的这个精信，然后呢，就是相互一些这个贵僧啊，就是对他们就是宣述种种的这个妙法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日光上呢，就是出现就是显示种种的身边的时候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日光念世啊，就可是你妈我日。就是日光这个念世，后来在那个这个印度金刚座呢，就是以这个500个这个外道啊，就是进行这个辩论啊，就是进行呢就是这个显示这个圣辩，就是让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外道啊，就是全部都得以这个降服啊，就是那个那就是叫做是四后。我的僧给这种就是4后年世啊，就是四后这个年世，多少了？有没有啊？有吗？好，我好像记得一个不够，就是我想去哪里找，还可以。那么这个是就是到时候方便的时候有这个。8种幻化，就中间是那个念是那个，然后就是诸位有就是8种，比如说刚才那个3K 扎咒啊，就3K 扎咒是那个4后年世，4后年世的话呢，就是骑着老虎的，就是当时那个就是这。像不丹呢，就是不丹8州大藏，就是在那里呢，就是其实实现就是种种的这个愤怒相啊，就是反正每个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些现象呢，就是都有不同的这个祈祷文，就是方便的时候那个七品祈祷文当中也是有莲花生大师的这个8种这个环现有不同的但是这个是以前年世的是哪一个佛藏品的一个略传当中是可能大概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中间有一些不同的话呢，每个佛藏大师的可能那个就所描述的念世的这个形象和一些状况呢，就是不同而已，就是应该可以这样来这个理解啊，就这样来理解。